知道吗？在阿里呢有一个国际边贸市场，据说呀这里汇集了尼泊尔、印度的特色产品。今天呢是我们到阿里普兰的第一天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淘一下好物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去唐嘎边贸市场逛逛吧，走。 背包店，好好看呀！多少钱起来？情侣包，哇，인제도 인제도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毛衣非常有重量，沉甸甸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是他们手工这样织的毛线，然后里面呢是这种材质的，非常的保暖。试穿一下，哇，真的好厚啊！我感觉在拉萨冬天穿它都会很暖和。今天我最富有。 这么大的木碗，你有见过吗？在我们西藏呀，过年的时候会在里面盛满青稞酒来招待贵宾，但是这么大的量，你敢来我家做客吗？抖音。